據明朝香山縣志記載，4月8日，僧伽玉佛，逐角祭其祠神，若轉龍頭。呢個可能係最早嘅相關記錄，但呢度所指嘅轉龍頭係唔係今日我哋理解嘅舞龍呢？可惜欠缺更多詳細內容嚟判斷。喺清朝同民國時期，華南舞火龍已經發展成一種獨特嘅展現方式，佢係祭祀活動嘅一部分，但唔係一種獨立嘅祭祀或者節日。簡單嚟講，華南地區嘅人多數喺元宵節、中秋節或者慶祝神誕嘅時候舉辦舞火龍活動，但係就從來冇一個火龍節。喺香港，1933年已經有報道咁樣去描述大坑舞火龍。銅鑼灣大坑村每年一屆中秋節，附近各同輩群起將乾草捆紮成龍，長及10餘丈，插滿香火，沿大坑各道而舞。相傳必遇事，附近各地始得大吉。呢份記錄顯示，香港大坑村嘅中秋舞火龍係鄉村兒童嘅節慶活動。報道對於大坑舞火龍嘅傳說着墨唔多，只係話附近各地始得大吉，強調舞火龍催吉嘅作用。依家嘅大坑舞火龍定於中秋節舉辦。大坑圍住銅鑼灣，由村落轉為密集型高樓大廈。社區成員身份亦都不斷轉變，但並唔代表節誕習俗會從此消失。喺急速都市化嘅壓力之下，傳統節誕習俗未必得到重視，甚至會俾人視為落後嘅文化象徵。但係城市居民面對都市化、人際關係疏離以及政治社會轉變嘅挑戰同壓力之下，反而會尋求一份精神慰藉、身份認同感。呢個時候，節誕習俗就會成為連結對象，安撫民心。大坑舞火龍就係咁樣隨住香港社會嘅轉變而調適。